是麦克风试音，1、2、3、4。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来吹进我，来吹进我心，来吹进我心。慈悲圣灵吹进我心，在主的脚前奉献我心志。慈悲圣灵吹进我心，来吹进我心，来吹。
慈悲圣灵吹进我心。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一起来宣告说：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里。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我们要来开口感谢赞美我们主。2020年是一个艰困的一年，是一个很不安的一年，但是上帝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面对全世界那么严重的疫情，我们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线上祷告感谢，也求神继续来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他的平安，他的盼望，他的同在。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恩典继续充满在我们当中。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2020年即将过去，主，我们面对这一些的困境，面对我们的忧愁烦恼，面对恐惧，主，你的平安与敬畏你的人同在，主，你的护卫与你的这样的一个信徒同在。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祝我们在新的一年所面对，是因为有你的同在，所以我们能够在逆境顺境当中，能够坦然去面对。也求你恩典充满在当中。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过去的一年，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许许多多从环境来的，从对岸来的，从许许多多这些看不见的或是看得见的压力。主，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因为你的同在，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在。我们知道处丰富，也知道处卑贱，因为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继续面对前面的道路。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都充满在我们的道路。愿你继续赐福在我们，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神，也能够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提醒我们不偏离你恩典的道路，不敬畏别的神。我们这样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了我们国家城市来祷告，用主的话，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如果我们把这个你改成台湾，台湾出入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平安。台湾的百姓出入都有神的同在，神的平安。那我们知道今天有从英国回来一个班机大概120人左右。我们知道现在英国被全世界很多国家拒绝，那我们恳求主真的是不要把这个变种的这样的一个疫菌带进台湾那在入境的时候，让我们的卫福部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因为一旦进来，无形当中就会影响到你我的健康特别是我们桃园是国门所以弟兄姐妹，因为你的祷告守望，让这些威胁，让这些的疫病能够阻挡在我们的外面
那我们恳求主来帮助，特别是最近为了来猪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朝野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争端让我们国家陷入在那种混乱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执政者有智慧在做这一些的政策的时候，或者是在野在这样的一个监督的过程当中，求上帝来保护看顾我们台湾能够真的和睦因为我们没有那本钱有这样的一个内乱因为我们有外忧内忧跟外患那求上帝来保护看顾我们的国家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因为你的祷告我们才能够安居乐业平安度日。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台湾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让执政掌权的或者是在野的能够一起为着这块土地这地百姓的福利而谋求。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执政长有智慧，依靠你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因为人靠着自己的权柄能力没有办法应付瞬息万变的这个世代。求你施恩赐福，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知道如何体贴民意，也知道如何在政策当中什么是对台湾最好。主要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跟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疫病，求你用你的慈爱手来护卫着我们。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执政掌权或是在野的，让他们知道有智慧如何来解决这一些的政策，有智慧的来守护这块土地百姓的平安健康。愿你赐福，让那一些看得见的威胁、看不见的祸患能够远离我们。主，你是台湾的主，只有你能够保守看顾台湾，能够平安，能够面对我们未来的困境。愿你施恩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来祷告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我们要一起为了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我们工作、人际、我们婚姻、感情、产业，我们这些孩子的学业，还有人跟人之间、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奉主名一同来祝福。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需要的，你需要被祝福，在新的一年，你能够面对全新的一年身心灵健康的一年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有长老，我们有同工会为你来祝，就好像刚才的那个上帝的话也说请长老来为我们祷告祝福，出于信心的祷告必就怎样蒙医治，并领受上帝的事物。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原地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宣告主的能力、权柄、供应、医治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主啊，你是医治的主，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那能够将你完全的医治赏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我们邻里需要从你来的这样的同在，让我们有属神思想、情感、意志，让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属神的决定。主啊，奉你名来祝福捆绑一切不属神的这一些的拦阻，这一些的病痛，这一些的忧愁，这一些的重担，完全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你的帮助、你的医治。主，我们奉你名一同宣告，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全新的我们，有全新的身心灵，我们能够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当我们奉主的名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
主，我们奉你名要捆绑一切这些不属神来的疾病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你的医治充满在他们灵里面，在他们的身体，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有自由的灵运行，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谢谢耶稣，我们一起来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跟你的完全医治在我们当中。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最后，我们要为了主日的聚会来守望祷告，用主的话一起宣告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弟兄姐妹，过去我们的台湾缺水，那过去几天过去1、2个礼拜，我们看到上帝也降下他的恩雨不知道够不够。那我们看到神给信靠他人有这样祷告的权柄，信心的代祷，使我们能够蒙受神的赐福。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宣告主的恩雨降临，主的恩典充满主的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让我们在这一年充满平安，充满喜乐，跟充满这样的感恩。在新的一年，我们恳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走在他恩典的道路。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主你的恩典够用，你的赐福加倍。虽然外在有很多的困境，但是你是以扫，他在荒年当中依然能够收成100倍，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才能够保护看顾我们，才能够供应足够给我们，才能够医治我们，才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在你丰富的恩典里面，与你面对面奉主名来祝福。祝今天的聚会充满神的荣耀，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来敬拜你，一起来领受神你的恩典。主我们将过今年这困境的一年，我们借着跨年祷告，我们回顾过去你怎样保守看顾，我们展望未来如何进入到你的恩典，在我们家里，在教会有你的爱充满，让我们能够经历幸福的人生。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整个事工在结束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荣耀神你的名，也为我们的这个小区我们的组长来祷告，让这些区长小组长，当他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靠着主加给他们力量，凡事都能做。也让我们在礼拜当中遇见你，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话语，真理就叫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我们也一同要用主祷文，一同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持续站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就用你的手，一起来拍打。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
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起来喜乐，向神歌唱。耶和华是我的主，举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再宣告。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主啊，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主啊，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感谢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你。弟兄姊妹，请坐。主啊，因为你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那抵挡那些邪恶不好的高墙，所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你的灵里面持续来更新，持续走在主你的道路当中。你成就那不可能的，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挪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这的我，从此不再回头。就我们手一起拍手好不好？你成就那不可能的，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
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挪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挪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主要因为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美好，更加的亲近你，使我们的生命在主你的灵里面持续得着力量。主啊，若没有你，我们的生命或许会是软弱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心中的那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求主持续加添给我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在唱这首歌的同时，我们可以去思考，你有什么样的难处可以向神来诉说？就如同歌词里面说的，主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我们，那些困难怎么样围绕我们，我们都要记得，神耶和华耶稣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围绕我们。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再次的宣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
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我们面对很多的困境，面对很多的难关，但主你让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因为你用你慈悲怜悯的心肠，还有你慈爱的双手来护卫着我们，护卫着敬畏你的人。因为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他们。主啊，我们呼召凡有血气的都当来赞美敬拜你，在礼拜当中与主相遇，在你的爱中来经历你丰富的恩典。你供应我们足够的力量、勇气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上帝你的应许跟你的同在。愿你赐福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你在这边掌权作王，你的宝座设立，开启你属天宝座的赐福管道，让我们用信心来承接你所要给你的子民的应许。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有，来楼上哦，楼上，请问贵姓？这位姐妹，中间这位姐妹，丽，李姐妹哈，还有这边阮弟兄，还有呢？张姐妹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那我们同工请坐请同工给他们小礼物愿上帝来赐福一同在2020年最后的主日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是上帝的恩典。好，我们来看周报消息。我们小会定于在1月2号，还有吗？有，就楼上刚才有介绍。现在进来。来。好了，叶怡婷姐妹在不知道哪一位？叶怡婷姐妹我们来欢迎她。范逸轩请坐。那欢迎叶姐妹请坐还有这个阮前佑已经介绍了张佳琪还有李丽芬姐妹，哪一位？上面对 ，OK。吴品贤姐妹我们欢迎她。李家正弟兄，后面欢迎家正好，感谢主在面对新的一年，祝福大家特别是我们今天新来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充满在你们的身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周报的消息那请我们各部部长、牧区的主责长老我们在1月2号当天的下午5点先到501会议来审查2021年度的预算。好，下一个。那我们下主日是全新的一年在第一个主日我们会举行圣礼典也有一位姐妹德福的姐妹要来受洗那我们要受洗的在晚上8点501会议室来问道理。那我们欢迎张玉执事他从明年1月1号起担任本会的主任干事欢迎他加入我们服事的行列。
原病人的关怀辅导我们康文成长老会到12月31号感谢他过去的付出辛劳愿上帝来赐福他也会继续来协助来关怀好，那我们明年开始我们会用这本书叫《思念神的名》会有26周的灵修跟祷告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他全然的属性你可以透过这本书，我们教会会有购买是150块有牧区有补助你在外面买不到这个价钱那当你更多认识上帝，然后我们每周三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分享跟操练那每周三都有祷告会那第4周是祷告见证会，我们一起来经历好吗？面对很多的困境，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这样经历在过去的我们在星光影城的这样的福音初级有一位弟兄我就跟他对话他家庭是在长老会在台东那父母亲是信主的，那我说你呢？他说我还在选择要信靠谁了那他充满一些的困境甚至有一些的声音告诉他你活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意义那牧师就跟他谈，然后跟他说问听，最后带他做决志他很喜乐离开他从台东来到观音这边，我说有机会来教会，感谢主让他认识上帝的奇妙恩典那我相信他能够踏出全新的一步。那过去我们在星光影城有好多这些同工不管是哪一个牧区，我们看到好多这些亲子都这些的朋友他们去手作也好，或者是昨天很多报佳音，很多回应那感谢主，因为这样的福音行动，也有母子来到教会的我们会觉得说那边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但是神却怎样与我们同在，离我们很近那接触的可能就住在附近都有所以我们靠主的名一起来宣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不可能要成为什么，要成为可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好，那最重要是把书买回去书买回去不要只看书皮对册回看到册心这台语如果听得懂就会笑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好，我们因为要盘点，所以我们的图书馆今天暂停一次还书不受影响。那我们再等一下完之后会有医疗关怀到市立图书馆，如果聚会结束你的时间可以，我们也可以一起到市立图书馆来参与。我们也感谢这些的同工维南医师、游医师还有我们的这些的咨询的同工、志工3队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服务，来祝福这个社区。我们总务部也提出了全教会年终大扫除，我们自己教会大扫除，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大家庭迦南的家我们一起有透过牧区已经安排了请你们注意一下，在第11页我们按照各牧区分配的时间来做打扫。我们也要关账了到12月31，那这个主日这段时间到月底我们都是用现金来奉献的那明年开始，如果用信用卡，从明年开始继续那愿上帝来赐福我们，让我们知道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让你经历到上帝他话语应许加倍的赐福。那我们在礼拜四晚上的10点半到12点10分，我们有跨年祷告会。你知道去外面很冷，听说体感温度最低到几度知道吗？到0度
那有8度，有5度哦，那空旷的哦，所以尽量不要去空旷，我们来这边很温暖，而且可以祷告啊，让面对全新的一年哦，让神真的是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怎样开江河哦。那我们会已经有设立全新的这个打卡区，欢迎我们来拍照、上传、分享哦。那注意一下，如果你参加这个跨年祷告会哦，隔壁中华停车场它是到12点，晚上12点，所以留意一下可以把你的车看怎么样的移，或者是我们那个文昌公园下面，好像已经开放了已经开放了有停车的地方那我们注意一下时间不要把你的爱车锁在那个停车场里面记得在时间关门的时候把它开出来。好，我们元旦的德物观据点也暂停一次还有我们在新光影城举办，今天协会会摆摊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去的，你可以去看看因为我们每一次这个手作都要预约都是怎样供不应求大家大朋友，我发现不是有小朋友，还有那些大人都很喜欢大人都很喜欢好，那我们有摄影比赛，如果你有在那边有摄影的，你可以参加这个摄影比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奖品好，那我们在明年开始，我们1月开始会有周五的午夜场爱幸福讲座，除了职场的这些人士之外，我们如果带亲子来这儿童来，我们同时会有这些儿童的打击乐，或者是律动，或者是科学等等这一些的课程活动。那要事先报名我们备有晚餐那我们恭喜有高兴的这个事情竹英姐妹就是我们介成长老的女儿他们又获得了1位千金那另外我们徐玉祥姐妹跟简永婷弟兄他们也取获这个圣诞宝了这简洁一个是简单哥哥是简单弟弟吧是简洁这样恭喜他们了那希望得着产业的不要忘了来到教会你随时都可以祷告，而且跨年祷告会全新的一年，你一定要来一起来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真是很可惜，今天你来参加看看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幸福的家庭。好，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周报的消息一起对不起太累了我们来读经句，读2遍来。惠司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就可以上那里去。使徒行传25章12节再一次，惠司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使徒行传25章12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这
心感谢赞美你。在你有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福杯满溢。在主日的清晨，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是何等美好的恩典！父神，感谢你丰富的供应，从岁首到年终，在你的里面一无所缺，且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都满了脂油。谢谢主，今你儿女们齐聚在你的面前，怀着感恩的心，将你所赏赐的时间、才干、金钱，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的台前，求主悦纳。谢谢恩主垂听你儿女齐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坐下，彼此祝福说，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请坐。我们一起来翻开在《使徒行传》新约的《使徒行传》，我们要来看25章1到12节。如果新来的弟兄姐妹没有圣经，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很快的帮助他们来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我们已经看到了25章。使徒行传25章，我们要从第1节来看到12节。那些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可以彼此分享。好，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25章第1节，一起来。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凯撒利亚。这个天座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欢喜，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议会商量，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该撒。好，到这边愿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窍被开启，能够明白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如何帮助我们的生命心意能够更新，能够让你的心意就成为我们的心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
在面对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想想过去，在你过去的一年有什么不足的，或者你很丰富的从上帝得着这样的供应，那可能有一些的事情，可能你在犹豫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决定。那我们也看到保罗他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过去有一些的想法，可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他如何去面对这个全新的未来，他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最近我们知道来猪的问题非常的火热那有一个苏伟硕医师他就提出这个来牛他是好像是精神科医师他提出这个来牛对我们人体很大的这一些的来猪啦，这个莱克巴多胺，这个影响我们很多就提出一些的言论，那造成有一些的恐慌结果我们知道卫福部就提出了这一些的告诉所谓的查水表，就是你可能有不当的言论，就会有事情找上你这样那我们知道蒋万安这个立委就在整个质询的过程当中质疑是不是陈时中你提告的那经过一些的澄清是的，是他提出来的啦那因为怕就是说这样的言论影响到整个大家对饮食，我们也看到实际上造成很多这一些的台湾猪他们一些的店，结果生意受到一些影响，确实有这样的影响那他就提出来，就是说之前这个行政院的前发言人丁仪敏他不是提出来说那个牛肉面店可能使用来剂吗结果造成的这个店家有这些的损失，他就质问说，那他为什么你不提告那这个苏伟说，意思你就选择提告，是不是有选择性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某一个人那当然在整个攻防过程当中会提出来，就是说他的言论影响可能非常的广，到现在我们看还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抗争那立委就问他说，如果他有做一些的改变那更正他的信息，那你还要不要提告？或者他回答说，或者可以选择不提告，但是最重要的要以正视听就是说不要让这个错误的信息继续来蔓延。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到这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的法庭上还是上演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要不要告，或者撤告？继续的上诉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真理是什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所以在整个攻防的过程当中，为了真理在做辩论那保罗他是要坚守，或者是他能够改变他的心意。这些人要坚守他们立场，那保罗如何？过去可能我随时要为福音来殉道，对不对？可能我的生命到现在了他可能有一度的消沉，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怎么样改变后来他要上告到该撒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能够坚持他的心意，就是说能够到罗马能够为了福音而战那我们看到要撤告或是告到底，这些人从过去这些祭司长犹太的首领，他们要保罗死的心意完全没有改变，甚至还公开在这个菲斯都总督的面前说什么？你好让他来什么？来哪里受审？耶路撒冷。好在这个路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杀害他，公然嚣张到这个程度，你看。这些都是什么人？宗教领袖他们仗着他们的权柄，所以权柄如果误用了，其实非常的危险好，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来认识什么是真理，
让你的心意更新而改变，认识真理，真理才能够使我们得着自由。一个人的心意如果只固执在你自己所见的，可能你认为真理，但是可能却不是真理。那如何更新我们心意让神的心意进入到我们里面，不是该撒的，不是非斯都的，也不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想法，就是对这样好，所以到底真理是什么？有看过这一部影片的举手一下，不敢举手吗？你知道这部影片在什么时候播放的吗？知道吗？你举手表示你看过，就是有一点的年纪它是在1953年，那几年前？大概67年前所播映的其实我们也看过，后来它有不断的重播了那个女主角是谁知道吗？奥黛丽·赫本，哇，这个美女嘛，对不对？她演过好多的脍炙人口的电影嘛，对不对？那在其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叫真理的嘴那真理的嘴就是你如果把手放进去如果你讲的话是虚假的，可能你的手就抽不出来。那常常会有这些的情侣就会来要想证明一下你到底爱不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好不好？你把手伸进去。如果我看你手伸进去没有那个劳庆瓜，你知道？没有这样的一个惧怕战斗，那我就知道你是真心的爱我你讲的话是真理，是真的啦所以这个在罗马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嘴那什么是真理耶稣讲过什么是真理。那比拉多其实他也问过什么是真理。在约翰福音第18章37、38节那边，我们看到当耶稣表达他的一些的言论之后，比拉多就问说：“那你是那个王吗？”耶稣回答说：“我就是，我是来给真理做见证的。”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讲了一句很脍炙至理名言，就是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表示说他是唯一的，他是那一条永恒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在比拉多在问说，那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给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那真理是什么？他问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安静下来听他没有等耶稣的回答，他就往外面出去，然后去面对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的领袖，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查不到这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罪。”但是奇怪呢，查不到耶稣的罪，但是最后耶稣却被判死刑了。真理是什么？他没有等耶稣回答，可是耶稣要回答：“我就是真理。”但是他没有等全宇宙的唯一的真理耶稣，他竟然问了问题，但是没有等到耶稣的回答。我想这个问的过程当中，你是真的是要寻求真理吗？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我们今天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你来到教会，可能从牧师的讲道，或是你有机会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可以帮助我面对全新的未来？或者是像比拉多随便问问，根本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诚心来寻求什么是真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唯有真理才能够让我们得着自由。当你认识耶稣之后，我们生命才能够怎样？
因为他的真理，因为他的生命，因为他为我们提供的道路，我们才能够勇敢的面对我们即使面对的困境，面对死亡。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他很可惜最后他选择就是撇清，洗手，这不关我的事。他没有为真理护卫到底。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菲斯都，前任的菲利斯，我们看这些总督，他也在到任的当中，他对保罗在发问。你知道原本在这样的议会，这些的宗教领袖，还有这些的巡抚总督，应该是为了什么？应该是为了主持公义而来做这些的判决。如果一个公正的法官，他坚持在这个公义上面，他应该可以主持公义保罗已经说了，我没有犯什么罪了，他澄清了，而且也没有找到这些的证据证明说这些犹太领袖的控告是事实，没有。但是我们看最后菲斯都这个到任，虽然他是一个贵族，他应该能够主持公义，但是呢，他还是为了要讨好这一些的犹太人，他也建议保罗说，不然你可以怎样？是不是可以到耶路撒冷受到这样的审判？他明明知道这些犹太的领袖要在半路当中要来杀害保罗的生命，但是他后面还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看到，当你拥有权柄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主持这样一个公义、这样的一个正义？或者是你为了要让这些讲话大声的人，很多大声的人，你就不顾公义，然后附和他们，这是提醒我们。第三个，我们看到祭司长跟犹太人首领等他们的发问我们看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不顾你说有没有证据，他们就是一心要怎样，要威胁这些菲斯都。你知道吗？这个一些犹太的民间势力是让菲利斯他执政不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他在执政的过程当中，不是好的执政者，所以后来他被迫离开这样的一个权位。那换了新任的总督这个菲斯都，他是一个蛮不错的，他在执政的过程当中，他在管辖的过程当中他的管辖地还算他管理的不错。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要符合这一些的祭司长、文书那一些宗教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这样他竟然怎样也妥协了。这是提醒我们不是看到这个群众运动，我们看到今天也是一样，哇，这个网络，然后这些乡民发生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去改变一些的政策。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祭司长、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还是心里想着一定要让这个人死，虽然他们所提出来的不是事实。那最后轮到保罗，他被控告，然后他有机会来做这样的辩解。保罗就讲说，过去无论是在犹太的律法，我都没有干犯这一些的律法。他们说我把这些的慕道，用今天的话，把慕道友带进外邦人嘛，带进这个圣殿这是在他们的律法当中是要被打死的，是唯一死刑。这样，我们过去在整个讲道过程当中都有提到过。他们也控告说，他因为这个举动是要叛国，这个也是唯一的死刑。保罗就提出来，我这一些我都没有犯，他一一来做这样的反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坚持到底，他之前可能是算了啦，我准备要为这福音来殉道，我可能会死在耶路撒冷，会死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圣灵曾经告诉他说，你不会，对不对？你不会死在这里，我会把你带到哪里？带到哪里？记得吗？带到刚才所生的那个罗马嘛，对不对？
真的呢，你看后来我们看到保罗他就提出这样的上诉，然后菲斯都说好，那你是罗马公民，你有这个权利，所以你可以上告到该撒皇帝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一个上诉。这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在面对他的困境当中，面对不公不义，面对可能宗教法庭，面对我们看到民间的法庭，就是菲斯都两任的总督都是偏颇向着这一些的犹太人宗教领袖，因为他们怕怎样，这些的民意怎样影响到他的执政，他们不顾一个清白的人。虽然他出去告诉这些犹太人说，我查不到他的事证，就好像比拉多出去告诉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说，我查不到这一些的事证，但最终他们还是妥协在群众的呼声当中。那我们今天来看到保罗他如何面对这些的困境，他依然能够更新他的心意。这也是在罗马书里面很重要提到了，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面对一些的困境、一些困难，但是当我们献上当作活祭，在时间、能力、爱心、信息上，你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就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你所做能够合乎什么中道，人家看的你做的是很棒、很好。所以心意更新的原因是，本来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知道他原本是要去大马色，去到这些基督徒的地方去抓他们，去迫害他们，把他们下到监里面。但是如果基督徒都知道这一段的过程，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你可以看《使徒行传》那是原本保罗他叫扫罗，然后他要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他要抓这一些这是基督徒，去迫害他们，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关在监牢里面，不能讲耶稣。所以就在半路的当中，耶稣的光照他，然后他就跌坐在地面上，眼睛瞎了，然后就问他说：“你是谁啊，主啊？主啊，我要做什么？”耶稣当然回答他：“我是你所迫害的那一位耶稣。”保罗能够心意更新，是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路途当中，他本来是要去抓，但是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遇见主，所以他心意更新而改变，他成为被抓的那一人。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他遇见了主，他认识到这位真理，他知道这位复活的主可以带给他改变他的思想观念。他过去属世的价值观，他只有他自己的想法跟律法，但是因为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所以他有一个全新的看见，全新的价值观，就是属神的价值观。所以他看万事如同什么？粪土。我们看万事好像追求的唯一的目的，但是保罗因为认识了主之后，他的思想价值观就开始改变。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听从耶稣的话，然后进去到某个地方，有人为他服侍，然后祝福他，他眼睛张开了。他原本是眼睛打开，内心昏暗瞎眼，但是因为主光照他，让他怎么样？心眼被打开，看见什么是真理，为真理而战而守护。所以我们看到谁能够成为你我的主，是这些财物，这一些外在的事物吗？我们可能把它当作主，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什么？马门就是财物。如果你把财物当作是首位的，可能你就让它来控制你的生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被赐福，是财物跟随你。申命记28章对，是追你，不是你去追。
所以当耶稣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以耶稣为主的时候，你看整个思想价值观就开始扭转了。我们把万事当作宝贝的时候，就把真理当作粪土。如果我们把耶稣摆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真理就进来，开始改变我们。原来这个是福的源头是这位主，那我抓住它，我不是追随这些马门这些的财宝。当你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新的价值观进入，不再是马门成为你的主，你在追求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所以当你分别为圣，主日分别为圣，你把它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候，上帝就在你的职务上面，上帝就在你所做的这些事上。我常常用申命记28章1到14节祝福弟兄姐妹，然后你去念，你去宣告，你又谨守遵行，听从上帝的话语，这些福都要追你，而不是你要追这些的福。当你把这你要改成我要，把那个我要改成你自己的名字这样宣告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不断的去经历，原来这个福不是去追的，而是让这个福来追随你。原来上帝要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观念改变，丰富的生命。真正的真理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他基督里面有成为新造的，所以心思意念的更新。所以牧师在带这些的慕道友在做决志祷告，我一定会带一个耶稣主权的祷告。我说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好，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灵的主，你接收对了，你的思想就进来，就正确的。所以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才不会胡思乱想，才不会有这个声音。牧师，我有看到这些图像，然后常常在我的周围困扰我，说我就踏步出去，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我前面的道路。所以当牧师带领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属神的思想，就开始去抗拒这些黑暗权势者，告诉他说：“你死也该归我，你存在没有一点价值。”但是神的话也不是这样，你是他眼中的瞳人，你是他的宝贝啊！所以你看，不同样的思想将会影响到我们所说所做。谁是我的主？所以菲斯都，我们一起来念来。菲斯都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比拉多说：“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可能他们看为群众是他们的主，我只要好好把这些主人服侍好，我就能够安稳来继续我的任期。但不是啊，保罗他的心意更新，让他看到他的主是这位耶稣，所以他面对不公不义，他愿意在那个法庭上面，他勇敢的去陈述，他为福音，他愿意来发声。这次的福音行动，我看到从儿童牧区到成人牧区，一直到社区、中大，一直到这些的乐龄的，我们都有报佳音，他们很喜乐。我看到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参与在这个报佳音。我跟他们讲报佳音，什么是报佳音的行动。我们周五上个礼拜五，我们就有乐龄的圣诞舞会。下午的舞，大家都在走秀，你知道吗？我告诉他们什么是福音，我告诉他们，他们在参与报佳音，他们脚中是何等的佳美。这是圣经讲的，对不对？当你用你的脚步踏出来，然后成为这样福音的使用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这一些人的改变。我们看到下个礼拜就有一位姐妹，她要在这里改变她的生命，接受耶稣成为她生命的主。她被一位姐妹来到教会信主之后，又带来2年，
在得福。我在跟他面谈的时候，了解到他怎么样面对他生命的困境，然后他愿意领受这样的福音，这是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看到保罗他也是一样哦，这提醒我们，我们心思意念如何去转变一个权柄。上帝给这个国家有权柄，可能我们会因为他所做的不公不义，或者是他所做的可能不如我们心意，我们就开始批评谩骂。不管是哪一个政党，过去可能包括我自己，你喜爱的政党，你赞美；你不喜爱的政党，你就开始批评谩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批评谩骂不会让这些事情执政者好。那我们继续为这个执政掌权的祷告，我们恳求上帝来施恩在这个执政掌权的，让他们知道敬畏上帝，用你的祷告代替谩骂，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些的政权会有一些的反省跟改变。当一党独大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他祷告，让他真的是要倾听上帝的心意，不是民意而已。所以，一个执政者如果他认识上帝，他所做的才能够符合在真理的里面。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如何不管是哪一个执政掌权，我们都要为这些来祝福、来祷告，让他们知道上帝的心意。这个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不是让你如果一党独大你要做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事。我们一定要让不管哪一个政党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把这些不合乎神心意的把它拿开。所以，当你开始改变你的心意的时候，当有人敌对你，或者是迫害你、伤害你，你过去可能停留在什么？主啊，帮助我报仇，对，打击他。但可能不是他在做，是背后那个权势。所以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你要做的是奉耶稣名捆绑在他身上，影响他，让他来怎么样对付我、伤害我，或是谩骂我，这样的一个权势离开，因为不是他在做，是他灵里面那个黑暗权势在掌控他。你知道，当一个人如果遇见了耶稣改变，你看他从这些可能吸毒了不好的他生命就会改变。所以我们一定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我们知道说你要如何祷告，你要为你好，你就要祝福他。所以耶稣才说，为逼迫你的、抵挡你的，然后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然后为他们祝福，就是这样。当你心意转变了，你会看到他的改变，他的改变就会开始改变对你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真的是当你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你会看见到底这个背后是有什么权势在掌控他，然后你为他祷告祝福。耶稣已经将这个权柄交给你我，说在地上捆绑的，所以你说耶稣，我奉你名来捆绑这些什么，这些的可能敌对的、不友善的，离开这个人，然后释放他怎样，让他能够有温和、良善。如果你想要在他的生命当中祝福他的，你就为他祝福。你就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会改变。当他改变了，他会不会对你好？他会不会对你友善？会。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所以，当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你就会有全新的思想、想法跟做法，不会流于到过去那种自己的观感、想法跟做法。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你所信的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真理。所以你真跟着我的说做，没有错，你就会看见你神把你导引到他流奶与蜜之地，跟怎么样，你的道路充满了有自由在地。第二个，我们看到，只有你愿意更新我带这些慕道的朋友在做这样的一个耶稣主人祷告，就是把自己交给耶稣。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我们一起来讲一遍好吗？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一起来，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你知道你在做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你所接触的是圣灵。那过去可能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去敬拜，包括我们小时候去拜妈祖、拜观音，你跟他口宣告的时候，你就跟他连结，然后那些灵的影响力就进来。就像我们联网，我们连到不好，我们收到的资讯是不好的。我们联网连到很好的圣经的网络或者什么样的网络，你接受就是好的，对不对？好的、正面的、鼓励的。第二个，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一起来。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才不会像那位弟兄牧师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告诉我要轻生，告诉我要自己自残。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怎样？更丰盛。”第三个，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情感的主来。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情感的主。你这样才不会人家一句话你就感伤，走不出来。人家讲一句话，你就还伤心了1个礼拜。不是不吃不喝，就很生气，一直吃一直喝，最后就看到，哎呀，我怎么变大富翁？弟兄姐妹，真的，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接收到那些不好的思想进来，就影响到我们情感。最后呢，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意志的主，一起来。所以负面的思想、情感掌控你的时候，最后就是什么？做错误的决定，伤害自己，死死也较规划，不是吗？但是圣灵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眼中的宝贝，是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你会做决定，就是好，我靠着主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去面对。最后一个，耶稣，我邀请你做我身体的主来。就是让这样的思想、情感、意志改变，让你有健康的身心灵。我们一起站立哦，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的话语真理，叫我们能够得自由。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主的话语哦。来，手借给我了。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那就是不再束缚。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的命已被更新。从头来。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被更新。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脱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沉默了久的我，从此不再回头。从头来，一起来宣告。那不可能。旷野中开道路，神要为你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救赎不再束缚。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被更新。
魂的枷锁，沉默了久的我，从此不在你容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挪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沉默了久的我，从此不再回头，从此不再回头，从此不再回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过去一年，可能有一些的伤痛，一些的捆锁，一些束缚你的思想、情感，一些错误的决定。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帮助我们切掉这些不属神的思想、情感跟意志。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一起开口来祷告。如果过去有这些不属神的思想，说主啊，奉你的名来捆绑，除掉吧，除掉吧，远离我。不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都已过去，一切都要更新。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的名，我们举起我们敬拜。主，我们从你来领受属天的这样的心意更新，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快跑的更顺利，好叫你的真理能够来释放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若不是你，我们还在那种黑暗当中诠释了里面的捆锁。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主，你圣灵更新我们心意，好叫我们更像你，好叫我们拥有属神的意念、属神的思想、属神的情感。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人察验我们的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谢谢你，今天我们一同聚集敬拜，求人更新我们，在面对全新的一年的时候，让我们有新的属天的思想、情感、意志充满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在新的一年是盼望的一年，是丰富的一年，是经历你幸福的一年。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你得胜死亡权势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更新我们的心意。天父上帝继续用你的爱来爱我们，包围我们。主圣灵，如果没有你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求主圣灵更新我们心意，就如同保罗，主啊，你是谁？主啊，我要做什么？愿主的灵充满，让你们有全新的未来，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低声。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低声。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的聚会到这边啊，愿上帝来赐福我们有全
心盼望蒙福的一年。我们彼此来祝福。